用台语学汉语第34集，真欢喜搁见面啊！这个运册音读见，台语读做见，讲伊见。有人讲无习惯鼻音声母，会使改做果圆见也可，但是一定无放伫上后尾哦。罗马字的如何发音？我嘛读袂出来。我的理解是放毋对所在的啦。顶一集讲的听音韵共款，看是要讨也听，也是要讨影听，只要放对所在就可。见转运做见，天台语读做天，燕子燕转运做燕，即类的韵母燕转运做燕，安怎号名？天燕韵。小甜甜转运做甜，声母小可有改变，食甜甜生后生。这个甜讲韵讲是假也、满也，天燕韵就读做天，加天天酒，毋着安尼写吗？教育部无需要添乱啦，聊天顶确实读添啊，是合口韵啊。酒杯仔添互甜，运册音无即个甜，天燕韵反倒转来找甜的字，即个甜规杯满满就是甜。咱来练习天燕韵的用字。燕台语读做燕，中声调，变调就读低音调，院长。圆台语转运做圆，变化做变，边就是变，旁边就是边仔。一片一片，台语讲一片一片，文章一篇一篇，食面的面。面正字安尼写，声母是落音的无，天燕韵燕转变做燕，落音的无加鼻音就变无，无伊面。说文解字讲是麦仔尾将麦面声，面的写法是正即字牵袂溜啦，意思不见也。乞丐的丐无共字哦，小注意一下。咱知影食面啊，即字读面，说文解字讲是目偏好呀，啥物意思？就偷偷仔眯一下啊，眯白啊，眯转眼貌，念咪可以安尼写，转眼之间。第13集一xuất xuất来迄集，咱写念咪。即字眠，运册音读木闲切，读无言眠。天燕韵就是燕转燕变无言眠。落音的无加鼻音就是无，大家是毋是愈来愈熟啊？后手总共阁要介绍6字眠，就无阁一字一字拼音啊。棉台语讲棉仔、棉被安尼写吗？用棉做的被吗？这是下话用词的写法。其他材料的被就毋是棉啊，被是摕来架的，架就是服呀，就是即字棉。棉被安尼写，幼绵绵安尼写吗？先来讲即字幼，说文解字讲是少呀。即个少伫遮就袂使读少，意思是年岁少呀。年仔讲幼就是糋，即字读糋，糋就是幼。说文解字原本的意思，糋是幼号，细长条仔啦。
后来的人扩大解说，不管是人也是物件，幼起的就讲是井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，子姜相和。教育部看子写伫姜的头前，就菜脯拄好幼幼，安尼写吗？是菜脯拄好未大汉是吗？当然毋是。这个幼中上夭，夭就是小微啊，笃幼幼就是笃细细，笃微小，是吧？这个嘛读绵转绵，意思密呀，幼绵绵就安尼写。我知幼绵绵就爱讲到白泡泡，泡泡泡切，这个看起来就轻啊，是无？白泡泡，幼绵绵。暗就爱困眠，就可以偷摸人的大腿，这就是教育部的暗眠梦。亲像蚂蚁，台语讲狗遐，你选倒一字狗？暗眠梦的梦这两字，互你选，你选倒一字？暗眠梦三字是共字连词，这字嘛读眠。意思不见呀，暗暗看无啦，蒙目睭看无啊，为何用手去蒙呢？专家咧想啥？头壳拢暗眠蒙吗？暗蒙蒙其实安尼写也可，木的小团体安尼写，本来的意思是日头秘伫草，日头落山的意思啦。日头落山，当然就暗蒙蒙啊。这个读音密，入声简化就读密，不见呀，毋知密去倒，这个密。古字有时借来借去，咱就简化。这个读音明，意思优雅，其他的音、其他的意思，咱就用别字。中字的这个明，咱就取另外一个音，另外一个意思。夜夜，暗暝，幽冥，一音一字。古文无现代人习惯的这个眠，是写另外这字，就照段玉裁讲法，眠行离眠废啊。眠台语其实较习惯讲协韵的母金切读眠，较早困较有眠。另外这字就读眠，就取用别个意思。说文解字讲是翕目呀，目睭闭起来啦。后汉书这句甘心眠目，另外笑眯眯，目睭有闭起来吗？无，真忝来小眯一下，哪困哪笑眯眯吗？毋是，爱写这字眯。另外这两字忝，你写倒一字？提醒要考教育部闽南语检定的人，爱写无合理迄字哦。顶一集讲到听音韵，这集讲到填意韵，运用适当的转运规则，就可以找出适当的用字，就袂舞出啥物暗眠梦这种叉叉造句。继续来练习填意韵，年读年，咱即马就袂感觉奇怪啊。见读见，溪涧呢，就找见的字啊。溪涧这字涧，讲阮讲是交涧。前莫暗眑伤人，那安尼前甜果是毋是等于糋甜果呢？怪怪，这个糋毋知有适当无？言语上的相糋，教育部写这字，我写这字糋，有通无？来查字典啊。
即字一韵的音切，直并切读正，往放伫后尾哦。讲韵的解说，干净也，干就是净，净就是干。直言以误人也。说完即句，有能尽言依君，用即可生，不用即死，谓之正。即字有任何言语上相前的意思吗？无，音嘛不对。即字音切是财善切读正，言转运做圆，子圆正。讲韵解说讲是卡邪魔。加在咱有学过天意韵，免相钱，就知影倒一字较适当。钱就是钱，善就是生仔。即字韵切音是直连切读田，天意韵就读田。田青的田，教育部写即字有奇怪无？田，咱就应天韵，反倒转来找颠的字。即字颠，虚笑不详，颠倒错乱。田青写即字田，青我嘛袂晓写，征求答案。即集主要介绍天意韵的用字：天酒，天互甜，面白，黏面的面，面皮的面，幼起的糋，白泡泡，幼绵绵。暗面蒙安尼写，米烧炊的米，暗暝的暝，目睭刻一个面，溪间，狗仔间的间，糋甜过的糋，干净的净，莫烧钱的钱，甜青的甜。